細個同爸爸媽媽出去下館子，最開心嘅就係去酒樓或者大排檔，仲未坐低就可以聞到飄嚟嘅香味，廚房入面轟隆轟隆嘅爐火聲，加上鏟著敲喺鐵鍋上面叮叮當當嘅響動，光聽就覺得熱鬧。猛火快炒端上台，嗰碟菜熱騰騰香噴噴，特有嘅一股鑊氣，真係叫人食一次就惦記好耐。可唔知由幾時開始，外面食飯嘅味道好似揾唔到以前嗰種令人感動嘅感覺啦，越嚟越難碰到。起初以為係自己長大咗嘴巴變刁，或者係所謂嘅情懷濾鏡喺度作怪。直到最近同一位做酒店大廚嘅老朋友飲茶傾偈，佢嘆住氣將真相講出嚟，我先徹底明白。佢話：你以為而家仲係以前淡咩？你去嗰啲連鎖餐廳、商場鋪頭，10家有8家俾你食嘅都係預製菜。今日就同大家盤點落去酒樓食飯最常點，亦最容易踩雷嘅3道預製菜。第一道，梅菜扣肉。正宗做法極繁，五花肉煮熟、炸針、抹醬油、炸到起泡，切片鋪上炒香嘅梅菜，蒸幾個鐘，出嚟肥而唔膩，入口即化。而家普通酒樓多數用預製包，肉死實或爛溶溶，肥膏帶有益味，梅菜黑鹹發苦，花100多塊食工廠貨，唔值。第二道，水煮魚。正宗應用新鮮魚或桂花魚現殺現做，魚肉鮮甜。預製版多用急凍巴沙魚，肉質狡猾好似海綿，毫無魚味。湯底唔係魚骨熬嘅，而係紅油料包加開水，只有死辣同味精，食完喝到想飲乾水糖。你食嘅只係一堆化學調味同冷凍愉快。第三道，佛跳牆。正宗用料矜貴，鮑魚、海參、花膠、瑤柱分開處理，湯底金黃濃厚。平價預製版就係高級雜碎湯，急凍小鮑魚、素翅、螺片，湯底濃縮汁對水。廚房展開袋蒸熱俾你，飲到嘅只有味精同增稠劑，毫無乾貨嘅鮮甜層次。花100幾蚊飲碗味精湯，實在冤枉。唔係完全反對預製菜，快餐店40-50塊嘅碟頭飯，預咗係中央廚房貨色，1分錢1分貨。可恨嘅係收你100-200再加1嘅酒樓，竟然俾同樣嘅料理包掛羊頭賣狗肉。想唔做水魚，記住工序複雜嘅大菜5分鐘上台，肯定預製。菜單厚到好似字典，乜菜式都有嘅餐廳，多數靠菜包。開放式廚房靜英英見唔到煙火，心裏有數。仲堅持鑊氣人手製作嘅小店買少見少，遇到肯花心機嘅餐廳，貴啲耐啲都值得支持，因為佢哋賣嘅係對味道嘅執着同人情味。